揭開藝人嘅健康狀況、身體檢查特輯。呢一個系列已經係第19集啦。咁多位藝人當中最唔健康嘅係邊個呢？歡迎收睇《尋找主診醫生》。藝人嘅身體檢查特輯，今集已經係系列嘅第19集。係啊，聽講今次嘅嘉賓個個都對健康充滿信心，更加擁有自己嘅保健方法。與美江氏，請多多指教。你有冇信心啊？都有嘅，所有嘢應該冇問題。都冇問題。西村之美，請多多指教啊！有冇做過身體檢查？免費嘅健康評估一直有做嘅，但係要錢嘅檢查咧就冇咩機會做啊。知慳識儉喎！你哋做嘅係最新嘅身體檢查，一個人要30萬yen嘅。真係嘅？總之好犀利啦，得最高地位嘅政治家先會做。小島義雄居然有機會試下。多謝晒。係咁，我哋會按照慣例，首先公布喺今次身體檢查入面被驗出有問題嘅人數。講中招人數先啊！今次檢查入面被驗出有問題嘅人，5位嘉賓當中有5個。我可以正式咁講，歡迎嚟到尋找主診醫生。所有人啊！所有人都發現到有問題，我講真㗎。我哋會首先將喺大家身上發現到嘅問題一次過公布，話俾大家知。將發現到嘅問題一次過公布晒先。自信身體健康嘅5位藝人全部中招，究竟有咩問題呢？發現到嘅問題會帶嚟以下嘅風險：暴斃、糖尿病、腦病、大腸癌同好危險嘅膽固醇。係唔講得少喎。係啊，而且一個人未必得一項。今次咁多位主診醫生，好似之前咁開會商討嚴重程度嘅次序。患腦梗塞嘅機會好大，出事嘅風險真係好高。醫生喺專業嘅角度提出意見，將5位藝人嘅健康問題按照嚴重程度排成1至5呢5個程度。大家最關心嘅結果，我哋會根據嚴重嘅程度，由輕至重咁去公布。好驚！喺第5位嘅人身上發現到嘅問題，就係呢一樣大腸癌危機。大腸癌即係第5位啊？係啊。跟住公布發現有呢個問題嘅人係邊個？要面臨大腸癌危機嘅人就係佢，小島義雄。好，小島義雄係你啊？係。唔係啩？咁點算啊？你哋講真㗎？係啊。登得太多台，唔記得咗點樣做綜藝節目啊？究竟點解小島義雄會面臨患上大腸癌呢個病嘅危機嘅呢？為咗揾出原因，一齊睇下佢平日嘅飲食習慣啦。請去片。去片。小島義雄37歲，佢同我哋講，佢有一招好犀利嘅保健大法，就係肌肉好，身體就自然好，超級肌肉保健法。身高178cm， 體重71.5公斤，保持平均嘅體型。生活方面，2016年同模特兒愛維結婚，自此之後就更加注意健康啦。我做運動，食飯避免食得太飽，大約係咁樣。為咗靚身形同太太嘅幸福，佢一直都有注意健康噶。既然係咁，點解佢身上偏偏會出現大腸癌呢個病嘅危機呢？其實小島義雄已經喺健康嘅分岔路揀錯咗方向，一路接近緊大腸癌，但係自己唔知。因為咁，我哋對佢嘅生活進行調查。各位電視機前嘅觀眾，睇片嗰陣不妨揾下問題出咗喺邊度呢？
首先睇下佢日常生活中嘅一個習慣先。呢度係我哋屋企裏面一個類似健身室咁嘅空間，有少少器材嘅。我而家要健身啦，開始啦！肩胛骨要拍埋。後面嗰啲觀眾係照佢個樣整出嚟嘅搞笑公仔，一星期健身2次。除此之外嘅日子，開始攀石，嚟啦！攀石即係攀登天然嘅山岩或者係人工嘅攀石牆呢種運動啦。小島嘅保健法第一式，透過訓練粗大肌肉，刻苦耐勞咁鍛煉身體。除咗做運動，飲食都有留意肌肉喎。食晚餐啊，係我老婆一手炮製嘅，菜式就係呢啲啦，有豬肉生薑燒、椰菜絲同埋番茄。小島嘅保健法第2式，日日食肉，維持自己好自豪嘅肌肉。顏色好靚喎，好味啊！另一日嘅午餐都係一樣。我今日嚟到宮崎縣嘅日向市登台表演，呢份係午餐，咖喱吉列豬扒飯、豬肉麵豉湯。咖喱飯嘅配菜係吉列豬扒，麵豉湯嘅湯料亦都有豬肉嘅。吉列豬扒。休息時間有限，佢唔着衫直接食飯。睇埋同一日嘅晚餐啦，佢帶住班後輩嚟到烤肉店食飯喎。鹽燒牛絲。為咗練肌肉，小島二雄基本上餐餐都食肉嘅。咁樣嘅飲食習慣同大腸癌有關，定係冇關呢？大家認為係點？除此之外，食烤肉當然就唔少得飲酒㗎啦。為咗舒緩壓力，小島二雄幾乎日日都飲酒，但係佢話最多每日都係飲2杯啤酒啫。小島二雄各方面都注意健康，睇唔出對身體有咩影響喎。但係等陣嘅片段入邊出現令人擔心嘅畫面。跟住係第2日嘅早餐，呢份係我嘅早餐，一杯咖啡加朱古力威化餅。咁叫早餐？小島二雄朝早一向胃口都唔好嘅，早餐通常都只係飲一杯咖啡，再加朱古力之類嘅甜嘢。另一日嘅早餐都係。呢粒係椰棗，裏面釀咗可可豆碎嘅朱古力。椰棗係椰棗樹生出嚟嘅果實，有天然嘅清甜味道。椰棗有營養同礦物質，所以受中意美容同中意食甜嘢嘅女士歡迎。佢嘅早餐淨係食5粒椰棗，加一杯咖啡。好味。小島二雄朝早都食甜嘢，咁樣嘅飲食習慣同大腸癌有關，定係冇關呢？究竟係點啊？以上就係佢嘅保健方法。以搞笑藝人拍嘅片嚟講，笑位啊似乎唔多夠。大腸癌危機究竟潛伏喺邊一項生活嘅細節當中呢？多謝小島二雄，多謝。條片唔夠好笑咯。咁啊係咯，森本小姐係可。我本來以為會睇到條好好笑嘅片。我已經唔着衫食飯噶咯，咁都唔夠好笑啊？因為要登台啫。係咁，可唔可以拍多次啊？好，
好，講翻正題先，喺小島義雄身上發現嘅大腸癌危機究竟係點呢？我哋準備咗一條片嚟講解。嚴重程度第5位，喺佢身上發現嘅大腸癌危機究竟係點呢？今次佢做咗第一次大腸鏡檢查，結果令到危機浮面。使用嘅大腸鏡直徑大約係13毫米，將佢放入肛門，一路經過直腸、乙狀結腸，最後去到最深入嘅盲腸就會停，然後慢慢拉翻出嚟，沿途對大腸壁進行詳細嘅檢查。負責嘅人係我哋嘅主診醫生之一，森一博醫生。森醫生嘅祖父坂口康藏醫生喺1954年進行咗日本史上第一次人體檢查，係個出名嘅醫生啊！佢得到遺傳，到而家為止檢查過超過16000人嘅大腸，絕對係專家。喺照大腸鏡嘅過程，發現腫瘤，森醫生靠目測就分到係良性定係惡性啦。呢段係小島義雄嘅大腸鏡錄影，就咁睇幾健康啊！小島義雄嘅大腸就咁睇啊，好似好健康，一路上都冇問題。但係就喺以為檢查會順利結束嗰陣，點呢？正中間有粒息肉，醫生喺乙狀結腸發現到息肉，冇啊！睇翻當時嘅片段，右邊有一粒白色嘅物體突咗出嚟，冇錯，呢粒就係大腸息肉。大腸息肉係腫瘤嘅一種，如果唔處理，可能會變成大腸癌。佢嘅危險程度同大細成正比，直徑超過1厘米。變成癌症嘅機會率就會急劇上升，因為咁，醫生幫小島義雄嘅大腸息肉量度大細，結果直徑係大約3毫米。以大細嚟講，變成癌症嘅機會率就好低。只不過，森醫生一眼睇得出呢粒息肉係唔可以唔理嘅，係腫瘤性息肉。就咁睇就分得出，呢粒息肉嘅形狀好奇怪。森醫生認為呢粒息肉係腫瘤性息肉。大腸息肉可以分為2大類，一類係安全非腫瘤性息肉，另一類係有機會變成癌症嘅。喺小島義雄身上嘅係有機會變成癌症嘅腫瘤性息肉。森醫生即場將息肉定性為腫瘤性嘅理由係息肉嘅形狀好差。呢粒係另一位病人嘅非腫瘤性息肉，佢嘅表面好光滑圓碌碌咁，而小島義雄嗰粒就凹凹凸凸唔平衡啊！冇錯，形狀真係好奇怪。其實唔少會變成癌症嘅息肉都係形狀好異常嘅，息肉嘅形狀越畸形，危險性就越高。森醫生即場將小島義雄嗰粒息肉切除，然後攞去化驗，佢嘅息肉係咪已經開始變癌症呢？定只係虛驚一場啊？等陣翻到錄影廠就會為大家公佈結果。睇完條片之後，你有咩諗法啊？真係難以置信啊！冇諗過有息肉，係，仲要係唔好嗰隻。係，醫生話好奇怪，冇錯係啊，生得有啲畸形，冇錯啊！唔好係癌症啊！係，千祈唔好。唔好彩嘅就開始變癌症，係，等陣會公佈結果。
上呢個節目好恐怖啊！係咁好啦，而家就公佈佢嘅腫瘤性息肉嘅結果。小島義雄身上嘅大腸息肉究竟係有冇危險性？係咪癌症嚟呢？佢嘅大腸息肉嘅檢查結果係，請睇熒光幕，唔係癌症。太好啦！跟住有請我哋消化系統專科嘅森醫生為大家講解一下。息肉嘅直徑得3毫米，屬於好細粒，係個好消息。但如果唔理佢，過多幾年就會越嚟越大。萬一大到超過10毫米，就有機會變成癌症。所以一發現身上有就要切除。我已經幫你切晒嘅，所以你而家可以放心㗎啦。係。好彩喺佢大腸發現嘅腫瘤性息肉，而家都仲未變成癌症。裏面嘅息肉已經喺檢查嗰陣全部切除，所以唔需要再擔心啦。不過小島義雄嘅大腸點解會生息肉嘅呢？最多人講嘅原因係食煙有好大嘅影響。我以前有食，但係而家冇喎。乜係啊？另一個原因咧係肥胖，但係你唔會有呢個問題，而且仲好努力咁健身。剩低嘅2個原因咧係成日飲酒，同埋平時生活食好多肉類。多唔多食肉啊？多啊，每日都食，1個星期平均食2-3次烤肉，主要係食紅肉，佔大多數啊。森醫生指出，令大腸息肉形成嘅原因有食煙、肥胖、過量飲酒同埋過量食肉呢4項。小島義雄好明顯就中咗過量食肉呢項啦。熟悉營養學嘅基野醫生指出，除咗肉類之外，仲有一種食物可能會導致大腸息肉形成。你一起身就食甜嘢，咁唔係幾好啊！癌細胞其實最中意糖類，而且食太多甜嘢會令腸道變差。食甜嘢會令腸道裏邊壞嘅細菌增加，結果影響腸道嘅健康。食得太多甜嘢會令壞嘅細菌增加，導致腸道嘅健康變差。即係話，大腸息肉形成嘅原因要加埋食得太多甜嘢。小島義雄有大腸息肉，應該係食得太多肉類同甜嘢啦。總結下，小島義雄發現有腫瘤性息肉，醫生嘅建議係食少啲肉類同甜嘢，2年後再做檢查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就要公佈第4位啦。喺第4位嘅人身上發現到嘅問題就係，請睇熒光幕，血液有大量好危險嘅膽固醇。咁即係話我哋其中一位嘉賓身上流住好危險嘅血，到底係邊個呢？即刻同大家公佈，血液有大量好危險膽固醇嘅人，就係佢，郭尚輝。就係咁啊！你哋講真㗎？係啊，講真㗎。郭尚輝41歲，佢有3個仔，3個仔都玩柔道，係喺柔道界好活躍嘅新星。佢一家人住喺佐賀縣，令佢每個月有1半時間都要自己留喺東京做嘢。郭尚輝有一招好自豪嘅保健大法，就係克制攝取碳水化合物，糖類限制保健法。我會盡量避免食白飯，同埋我平時幾乎唔食甜嘢嘅。我會提醒自己攝取少啲糖類。一聽到糖類，好多人以為蛋糕同生果呢啲甜嘢先至有。事實上，米飯、麵包同麵類等等，仲有啤酒都含有大量嘅糖類。
郭尚輝限制自己攝取糖類，身高係174.1 cm， 體重係77.9公斤，體型就完全符合標準啦。既然係咁，點解會發現佢體內嘅血液有大量好危險嘅膽固醇嘅呢？其實郭尚輝都一樣不知不覺咁喺健康嘅分岔路度揀錯方向，走上令好危險嘅膽固醇增加嘅路。問題究竟出喺邊度呢？我哋一邊睇片一邊揾啊！首先睇下某一日嘅午餐。我今日嚟到石川縣登台啊，而家係食晏嘅時間。呢個係我嘅飯盒，請大家睇下。佢嘅午餐係食主辦單位提供嘅飯盒，有鹽燒青魚，好好味咁喎。椰菜卷、肉丸同烤肉，有魚有肉有菜，營養夠晒均衡。除此之外，我食飯呢，食咁多就夠啦。白飯只係食一半。好味。再睇另一日嘅午餐啦。我今日要登台，所以嚟咗酒店食晏。三文治。午餐係夾咗雞蛋、火腿、生菜同番茄嘅三文治。呢餐亦都係相同嘅做法喎。呢一餐我食咁多就夠啦。三文治同白飯一樣，都係食一半就停口噶啦。郭尚輝嘅保健法第一式，午餐嘅主食淨係食一半。為咗減肥，郭尚輝平日都會去一個地方嘅，就係桑拿房。喺攝氏80度嘅桑拿房焗10分鐘，個身係咪焗熟咗？爽啊！正，真係好爽。跟住跳落得15度嘅凍水池，之後入翻去，中間冇飲水喎。郭尚輝慣咗來回3次啊！焗桑拿可以令我成個人變得更集中，可以感受到身上壓力消失晒，而且我諗應該有少少減肥嘅效果㗎。郭尚輝嘅保健法第2式，透過焗桑拿同浸凍水達至減肥。佢平時雖然有實踐自己嘅一套保健方法，但係等陣佢喺鏡頭前做嘅嘢，令一切努力白白浪費啊！呢個係某一日嘅晚餐。飲杯，辛苦晒大家。呢一晚，郭尚輝同一班藝人朋友一邊飲酒一邊食飯。自己喺東京好寂寞，所以佢幾乎晚晚都會出去同朋友飲酒傾下偈嘅。有冇咩笑話？有啊。想點啊？咩事啊？唔好咁大聲。好搞笑啊！首先，佢用希亞托嘅笑話嚟送啤酒。不過唔係話限制糖類咩吓？竟然飲啤酒，一杯中啤酒裏面所含有嘅糖類等於4粒方糖啊！跟住飲甜啲嘅西班牙果酒，呢杯酒裏面所含嘅糖類亦都等同3粒方糖，好誇張啊！喂，糖類限制唔理㗎啦吓！一有酒落肚咧，我就會咩都唔理，講低一切都冇咩所謂。
跟住仲要一不做二不休啊！我唔客氣咯。食有糖類嘅冷麵，正，根本就係糖類盛宴。每次當郭尚輝一飲酒，就會忍唔住大啖咁食平日忍口唔食嘅糖類食物。冇錯，所謂嘅糖類限制，一到夜晚就會輕易破戒，根本就好兒戲，完全冇用啊！淨係日頭限制糖類攝取，去桑拿房焗桑拿流一身汗，就以為成功減咗肥。但點解會有好危險嘅膽固醇呢？相信大家都已經心裏有數啦。郭尚輝，你早餐、午餐都可以忍到口唔食，限制糖類攝取，但係夜晚一飲咗酒，糖類限制咧就得翻個講字。你以為早餐、午餐忍咗口就可以抵消夜晚嗰餐啊？但係我明你嘅感受嘅，大多數把口話自己注意健康嘅中年男人，都好似佢咁。夜晚同朋友一齊食好嘢，真係好開心都係嘅。既然早餐、午餐都忍咗口啦，夜晚放縱下又有咩所謂呢？嚴重程度第4位，郭尚輝嘅血液有大量好危險嘅膽固醇，究竟係點嘅呢？呢個問題係喺驗血嗰陣發現嘅。大家都聽過，膽固醇有分好嘅膽固醇同壞嘅膽固醇兩種。壞嘅膽固醇係指由肝臟製造，通過血管運送到全身嘅膽固醇。壞嘅膽固醇係用嚟製造細胞膜同荷爾蒙嘅，但係一旦過量就會走入血管壁，導致動脈硬化出現。另一方面，好嘅膽固醇就係指冇用嚟整細胞膜同荷爾蒙，結果被身體回收帶翻去肝臟嘅膽固醇。太少嘅話，亦會對人體造成唔好嘅影響。郭尚輝嘅情況，好壞膽固醇嘅數值係壞嘅膽固醇118，好膽固醇60，兩項數值都喺標準值嘅範圍之內。不過，郭尚輝出現嘅問題，其實唔係因為好同壞嘅膽固醇，而係另一種膽固醇啊！答案係超壞嘅殘餘膽固醇。咩嚟㗎？殘餘膽固醇即係膽固醇嘅殘渣，殘餘膽固醇都一樣會進入血管壁，導致動脈硬化出現。但係殘餘膽固醇嘅惡化速度比壞嘅膽固醇快好多，令動脈硬化成個過程加快好多。殘餘膽固醇嘅標準數值係7.5或者以下，而郭尚輝嘅數值係10.1啊，真係完全超標，超晒標。換句話講，佢血液入邊充斥住好危險嘅膽固醇。大劑啊！有一項研究指出，一個人嘅殘餘膽固醇如果超標，患上心肌梗塞嘅風險係健康人士嘅3倍或者以上。唔係啊嘛？如果唔理嘅話，郭尚輝將來就有可能會突然血管塞咗，導致心肌梗塞或者係腦梗塞，出現暴斃嘅下場。郭尚輝知唔知自己啲血入邊有好危險嘅膽固醇會影響健康㗎？好啦，郭尚輝，你有機會患心肌梗塞或者腦梗塞，因為呢種膽固醇會加快硬化。我真係好震驚啊！我以為焗桑拿好好添。你想知焗桑拿好唔好？係啊，咁就要問下醫生啦。
冇錯，關於呢個問題，我哋當然要請教血液方面嘅專家江部醫生啦。江部醫生點樣睇郭尚輝10.1呢一個數值呢？非常之高，好高。係殘餘膽固醇同中性脂肪有好深遠嘅關係。身體有大量中性脂肪，殘餘膽固醇就會增加。原來係咁，係咪因為飲酒咧？人人都係咁諗，但係同朋友飲酒都冇乜嘢嘅，一飲酒自然想食麵㗎啦。當你一飲酒，肝臟就會即刻製造中性脂肪出嚟，食碳水化合物都會咁做。我諗你食完飯之後，中性脂肪升得好高，殘餘膽固醇就會形成，走勻你全身。江部醫生指出，殘餘膽固醇增加嘅原因係因為中性脂肪。郭尚輝嘅中性脂肪數值係172啊，超出標準數值上限嘅149。一聽到中性脂肪，大家都會以為係食得太多油膩嘢，但係事實唔係咁。比起油膩嘢，碳水化合物、甜嘢、酒精飲品同埋運動不足嘅影響，其實更加大。以郭尚輝為例，佢就係攝取過量碳水化合物同埋酒精，導致殘餘膽固醇增加，先會出現問題。早餐、午餐限制碳水化合物，晚餐就唔理，咁樣最差。三餐平均先係最好。另外飲酒嗰陣應該減少攝取碳水化合物。如果你晚晚都咁飲，一定會過量。我建議你定戒酒人，做唔做到啊？做唔到都要做㗎啦，係咪？博學之王秋津醫生想分享下焗桑拿嘅知識，同埋指出郭尚輝焗桑拿嘅方法有乜嘢危險嘅地方。芬蘭呢個北歐國家曾經舉行過一個鬥焗桑拿焗得最耐嘅比賽，2010年舉行，支持到最後嘅參賽者死咗。桑拿嘅熱力其實會為身體帶嚟好大嘅壓力。郭先生一焗完即刻浸落凍水度，呢兩樣嘢對心臟造成刺激，好似對心臟刮2巴咁。而你仲來回3次，加埋即係刮咗6巴。焗桑拿本身冇害。問題係你焗嘅方式，出咗嚟之後唔好浸凍水，慢慢散熱先。每焗完一次，你應該飲水，然後再焗過。以後要記住咁做，咁做就會對身體好。係，即係焗桑拿係好嘅。郭尚輝身上有危險嘅膽固醇，醫生建議夜晚減少攝取糖類同酒精，3餐份量應該保持均衡。跟住落嚟就要公布第3位啦。求下你啊，以為我喺第3位身上發現到嘅問題，如果唔理嘅話，將來有可能會導致嘅後果係患上腦病。唔想有啊！喺我哋剩低嘅3位嘉賓當中，有一個將來可能會患上腦病啊！將來有可能會患上腦病嘅人，就係佢。西村之美，俾人嗌名嗰刻鬆咗口氣，但係好驚，心情好複雜啊！好複雜啊！冇諗過會患腦病。我都知自己個腦唔好得去邊㗎啦。你喺度講乜嘢啊？我個腦會有病。係啊，會解釋你聽。留心睇啦。西村之美將來有可能會患乜嘢腦病呢？永遠嘅偶像歌手西村之美47歲，26歲嗰年，佢同偶像團體 Chata 嘅成員西美拓美結婚，而家已經係媽媽，有一個讀緊中學嘅女。雖然已經47歲，但係體重仍然保持喺20幾歲嘅水平。西村之美一直以嚟有一招引以自豪嘅保健方法，就係養殖增加腸道好嘅菌，即係養菌保健法。
我一直都有養菌，例如食納豆，盡量食多啲益生菌。首先睇下佢某一日嘅早餐。大家早晨，呢塊係早餐，呢塊係用忌廉芝士、三文魚同香腸呢3種材料整成嘅單邊三文治。至於蔬菜方面，我本身好中意食雜菜，所以我每朝都會食雜菜加洋葱，好健康㗎。仲有一樣嘢係佢每朝都會食嘅，就係乳酪啦。乳酪裏面含有好多比菲德氏菌，比菲德氏菌好中意食寡糖，所以我食乳酪會加寡糖，希望令到菌嘅數量可以變得更多。比菲德氏菌改善到腸道健康，寡糖咧就係佢哋中意食嘅嘢，落寡糖就會增加菌嘅數量啦。乳酪加寡糖，又甜又好味啊！再睇另一日嘅早餐啦，除咗乳酪，仲加多咗一種發酵食品。呢一杯係加咗豆奶嘅金酒，金酒含有曲菌，可以幫人提升免疫力。金酒加咗豆奶，變得好易入口。西村嘅保健法第一式，朝朝食發酵食品，令腸道更健康。好習慣啊！晚餐都係一樣，繼續實行養菌保健法。今日嘅晚餐係韓國菜，有純豆腐湯同燒五花肉。我會加埋泡菜，貫徹養菌飲食。泡菜含有大量乳酸菌，可以改善腸道健康嘅。好味，多多都食得晒。佢餐餐都食發酵嘢，飲食習慣非常健康，對身體好好咁噃。只不過跟住呢段令人震撼嘅片段，將佢嘅習慣全部推翻啊！呢個係西村某一日嘅午餐。呢度係間自助形式嘅餐廳，有肉有菜，佢揀嘅食物營養均衡喎。營養均衡，不過跟住先嚟煮菜啊！鏡頭過嚟啊，睇下，係甜品時間，咖啡送甜品，真係正到冇人有。碟上面總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竟然足足有成12件甜品。佢話呢碟係佢嘅飯後甜品喎，冇錯啦，西村之美好中意食甜嘢嘅，絕對可以話係一個甜食家。好好味啊！對我嚟講，食甜品係減壓嘅方法。開工期間去咖啡休息都係咁。等等，應該揀邊樣好咧？我猶豫咗好耐，最後要晒。兩款甜品都好吸引，最後決定全部要晒啊！好鬆脆。一方面注重腸道健康，實行養菌飲食呢個方法，但係另一方面就對甜品完全忍唔到口啊！醫生指出佢會患嘅腦病究竟係咩病呢？西村之美喺條片度咧，你前半 part 好乖，但係後半 part 咧就完全失控啦。冇錯，係啊，嗰碟蛋糕多整好多甜品啊！丁醫生，你覺得點？漢方權威丁醫生為我哋指出，西村嘅保健法有個嚴重嘅錯誤啊！你話實行嘅係養菌保健法，不過腸道裏邊好嘅菌嘅黑星正
正就係糖分同埋甜嘢。所以無論你幾努力去養菌都好啦，同時食咁多甜品嘅話，可能會令壞嘅菌增加。竟然係咁？甜品係黑色係啊！吓，真係咁㗎？你積極攝取發酵食品，咁做係啱嘅，但係以後要食少啲甜品。一邊努力攝取比菲德氏菌，一邊努力食甜品，你個肚應該喺度打緊仗啊！喺裏面打緊交。食甜品太多係唔好嘅。跟住要講重點嘅腦病啦，森妹小姐。係西村之美將來可能有機會患上嘅腦病，究竟係咩腦病呢？西村之美將來有機會患上嘅腦病係咩腦病呢？之所以發現到，係因為佢接受咗多角度嘅立體電腦掃描。呢幅就係佢大腦嘅立體造影啦。呢個係我嚟嘅。冇錯啊！原來裏面係咁樣㗎。犀利啊！令顱骨隱形，可以仔細睇到大腦嘅內部啊！勁啊！呢幅就係淨係得腦血管嘅造影，有問題嘅地方喺正中間。啱啱好喺額頭嗰度，將呢個部位放大一睇，咩事啊？血管突出咗少少，好似有粒瘤咁喎。一聽到腦血管生瘤，自然會令人聯想到腦動脈瘤，搞到我好驚啊！腦動脈瘤係指腦血管喺分叉位生咗個好似波咁嘅瘤狀物體。如果腦動脈瘤破裂，會引起蛛網膜下出血，對腦組織造成破壞。萬一病發，患者會感受到前所未有嘅劇烈頭痛，出現半身麻痹同言語障礙等症狀。病發嘅人有1/3嘅機會會死亡，失去性命，係好恐怖嘅疾病。今次喺西村之美腦血管發現到嘅瘤狀物體，到底目前有幾危險呢？一般嚟講，腦動脈瘤直徑超過5毫米，破裂嘅風險就會急升。佢嘅腦動脈瘤究竟有幾大呢？佢之後又應該點做呢？返到錄影廠再詳細講解。今次發現你個腦有一粒腦動脈瘤，真係我嘅腦嚟㗎。真㗎，係你㗎。我哋呃人嘅就需要貼地㗎啦。真係好震驚啊！跟住請腦外科專科嘅上山醫生為我哋講解一下。係腦動脈瘤形成嘅原因，其實到而家都未知㗎。係啊，我哋一齊睇下造影啦。腦外科專科嘅上山醫生會對西村之美嘅腦血管造影進行講解。首先睇下呢幅造影，對眼喺呢個位置，耳仔就喺呢度，至於頭殼咧就喺呢度。而家出現問題嘅地方就係呢度，可唔可以將呢個位置放大啲咧？唔該嚇。用條線畫條血管，就會見到有一粒嘢喺呢度。真係多咗粒嘢啊！呢度好容易生腦動脈瘤，竟然係咁，唔止容易生，而且就算係好細粒都一樣會破裂嘅，細過5毫米都會破裂。咁我粒瘤幾多啊？大約1.5毫米。話細唔細啊？我個人嘅建議係需要觀察。第一次發現嗰陣，我會採用點呢個治療方法，因為只知道一個點，隨住病情發展，點
會變成線？呢條線會向上定係保持水平呢？有啲人會一直保持假性。即係粒瘤有機會唔會變大。假性嘅意思係表面似係腫瘤，但係實際上唔係腫瘤。原來係咁。我診斷過唔使急住醫嘅人，一個都冇試過破裂。真係嘅。即係你唔使急住去醫啊！但係你可能係第一個喎。醫生，你唔好嚇我啦，我好驚啊！所以你一定要記住繼續觀察。我會記住㗎啦。上山醫生唔係嚇你，只係唔識講笑啫。對唔住啊！上山醫生指出，腦動脈瘤形成嘅原因，到而家都仲未知道。以西村之美為例，冇人知道腦動脈瘤同佢中意食甜嘢有冇關係。醫生建議，成日頭痛或者係二等親以內有親人患過腦中風嘅人，最好就定期檢查腦動脈瘤啦。西村之美腦血管嘅瘤狀物體仲未可以肯定係腦動脈瘤，佢有機會維持原狀，唔會變大嘅。醫生建議佢每年檢查一次，如果冇變化就唔需要擔心啦。今次嘉賓做身體檢查嘅地方係八王子新丁醫院。身體檢查有分唔同收費，客人可以選擇檢查擔心嘅部位。以前未做過詳細檢查嘅人，不妨重新檢視自己嘅健康狀況。下集會公布藝人身體檢查結果最嚴重嘅頭2位，最唔健康嘅係邊個呢？